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来收看一同领导7分钟，7分钟让我们一起灵修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家里面有没有小朋友，或者是你家里面有没有一些人会让你感到有些的困扰。有时候我们希望小朋友他们可以听话，他们会乖乖的照我们的话去做，并且我们要教导他们生活上跟各样的一个礼仪礼节，或是待人处事的方面。我们总是希望小朋友要听话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也需要听上帝的话呢？有时候我们常常去违背上帝的话，或是去得罪上帝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叫做罪。罪的意思就是，当人不按照上帝的旨意，按照上帝的话去行的时候，那么这就是犯罪。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罪，跟我们所说的罪也许不太一样。有的人会说，我没有杀人放火，为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？当人不是按照上帝的律法去生活，当人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成为他的生活上的准则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就会偏离了上帝的话、上帝的律法，或是上帝的旨意跟安排。所以我们会看到世界有很多的混乱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跟情况的时候，就是当人不再听话的时候。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一个记录，就是当地上的人开始思想跟他的所行的都是不好的时候，上帝仍然给人有机会。上帝在人群当中找到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挪亚。圣经上形容说他是这个义人，他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完全人。在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带领的当中，这个挪亚他成为一个听上帝话的人。所以当他能够听上帝的话、上帝的旨意的时候，上帝告诉他，你要造一艘方舟，然后把这所有的动物一公一母，还有你的家人都能够带到方舟里面去，以至于他们就避免跟避掉那些的伤害跟灾害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不是制造问题的上帝，上帝是解决问题的上帝。上帝透过听话的挪亚，还有他的全家，能够救赎了许多的动物，许多的这些的在地上所生存的这些的活物，也包括救了挪亚他们一家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学习听上帝的话。当我们在管教自己的孩子儿女的时候，我们告诉他们说要听话，同时我们也要记得听上帝的话。上帝喜悦挪亚，圣经上形容说，上帝所吩咐他的，他都照样去行；上帝都所说的，他都照样去做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能够学习效法挪亚，成为一个听上帝话的人。上帝所吩咐的，我们都照着去行；上帝所要我们做的，我们都能够照着去做。我们的生活准则就像这个说明书一样，圣经就是人的最好的说明书，让我们可以按照上帝的旨意跟安排去做去走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上帝喜悦的人。愿上帝祝福我们平安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让我们能够在你恩典的当中成为听话的儿女，使我们听你的话，并且按照你的话去行。让我们无论行路躺卧，让我们无论在哪里，都以你的话作为我们生命生活的准则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